from the mountains, Jesus in the streets, Jesus in the darkness over every enemy, and Jesus for my family. I speak the holy name, Jesus.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every heart and every mind, 'cause I know there is peace within your presence. I speak Jesus. Shout Jesus from the mountains, Jesus in the streets,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every heart and every mind. 'Cause I know there is peace within your presence. I speak Jesus.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till every dark addiction starts to break, declaring there is hope and there is freedom. I speak Jesus.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fear and all anxiety, to every soul held captive by depression. I speak Jesus. 'Cause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Yes, it is.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Your name is power. And we declare it now.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an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欢呼，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歌唱。我们已经经历过耶稣复活的这个日子，我们今天要从耶稣再重新得着力量，来得着喜乐。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心快。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们再次宣告，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哈利路亚！主已经为我们赢得死亡，为我们得胜了。阿们，阿们。我们将荣耀归于天父上帝。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危难临到，我心靠你，深知你必领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信心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却能战胜我敬拜你。危难临到，我心靠你，深知你必领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
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却能战胜，我敬拜你。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却能战胜，我敬拜你。坚固磐石，却能战胜，我敬拜你。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伤心或气馁，我胜利或思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思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
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的拣选，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用重价赎回我们，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求你，当我们回到天家的那一刻，你用你的爱来接纳我们的灵魂，靠着你的恩典，使我们能进入你永恒的国度。愿我们能时时赞美你，记住你的恩典，也把这美好的消息告诉我们的朋友，使人人能得救。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起立。软弱这里的刚强，贫穷这里全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里的刚强，贫穷这里全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现在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我们有平安、有健康，可以在这个时间一起来赞美主、敬拜主你。我们要用欢喜来进主你的门，我们要用感谢来进主你的院。有求主你能够赐予你的圣灵跟智慧，在我们接下来的讲道中能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生活上、在工作上能够得力。我们现在奉上我们的金钱、才能，为主你所用，求主你悦纳。我们这样祈祷，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这是我的报告。报告之前，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念2遍哈。挪亚照上帝的吩咐一一做了，创世纪6章22节。挪亚照上帝的吩咐一一做了，创世纪6章22节。好，现在我的报告。这个主日，本主日是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日，请兄姐来关心代祷及奉献。5月4号第3个小会报告哈，5月4号第3次的圣礼典，要洗礼的兄姐哈，请在5月3号礼拜六中午1点到教会的501会议室哈来问道理。333祷告会哈，5月7号礼拜3 7点半哈，333祷告会都是7点半哈，其他的3个祷告会都是在8点哈，记得7点半。在新堂在这里主题是为母亲祷告请大家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志工训练志工教育去训练今天1点半到3点半。下午1点半到3点半在这里哈，这有志工训练，其主题是灾难没有你想的那么远，讲员是黄天仁牧师。顺便报告一下，因为下午1点半有志工训练，所以等一下在收椅子的时候，只有收2边的椅子就好了，中间的椅子不要收哈。重大讲座4月30号礼拜3的早上10点半到12点半哈。有生命灵魂的7样维生素，讲师是江娥老师。我们的重大讲座都很精彩哈，欢迎大家来参加来听哦，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都有很大的影响。好，2025阿嘎贝的英语品格营招募同工及志工，报名在6月8号截止哈，6月8日礼拜天截止要请注意，如果你要，你可以扫描周报的 QR code 了哈，去了解更详细的一个问题情形。宗教改革之旅心得分享哈，我们在5月4号下个礼拜下午1点在401教室哈，欢迎大家来参加，听听他们去宗教改革之旅的一个感受。A1 初心造就课程在5月3号礼拜六下个礼拜六下午2点请报名上课的兄姐留意时间按时出席。生日助学金的受奖名单已经公布在公布栏还有周报的第3页5月11号主日礼拜中来颁发。5月17号到5月18号的全教会退休会车次分配已经公布在49号的1楼公布栏，还有我们这里的公布栏都有公布你有报名参加的请你去看一下你在哪一车现在我们来介绍今天头一次来的来宾头一个任高潮，欢迎你我们拍手，大家欢迎，欢迎你来，欢迎下个礼拜都来每个礼拜天都来。再一个是杨怡倩，她是陈丽娟姐妹介绍来的欢迎你来。还有一个蔡秉志，欢迎你来。好，我们来读今天的圣经。我读第1节，单数节兄姐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读。其余的人在上帝眼中都是邪恶的，地上处处有凶暴。上帝俯视世界，看见世界败坏，人的行为非常邪恶。
上帝对诺亚说：“我决定灭绝人类，让世界充满着他们的暴行，我要把他们跟这个世界一起消灭。你要选用好的木材，为自己造一条船，船里要有房间，里面外面都涂上柏油。船长133公尺，宽22公尺，高13公尺。船要有窗户，窗户接船顶，高44公分。船舱分上中下3层，船边要留门。我要使洪水泛滥大地，消灭所有的动物，地上的一切都要灭绝。但是我要与你立约，你要领你的妻子、儿子、媳妇进到船里。我们一起念：你也要把地上各种牲畜、爬虫、飞鸟各一对，一公一母地带到船里，好保存他们的生命。你要为你们和动物储存各种食物。挪亚照上帝的吩咐一一做了。好，我们现在请灵修会传道来讲讯息不可能的任务。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第一次来很害怕，我的声音不要那么大声。拜托，因为我本来声音就很大声，不太温柔，可是我声音就肺活量很大，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讲话很大声。我不是在吵架，可是我声音就很大声。其实我可以用麦克风，应该大家也都听得见。为了要收音所以我们还是有。那我今天站在这里比我要拿牧师资格跟毕业讲道都还要紧张所以你们也在下面继续为我祷告其实我2、3年前梦见我有在迦南教会讲台上讲道，那时候想，哎呀，那好可怜了可是今天感觉好像美梦成真的感觉所以感谢主耶稣，神凡事都有他的带领。那今天我也不拒绝上帝给我的每一次服事的机会，所以很感谢我们的陈牧师对我有信心让我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不可能的任务。然后要分享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做个祷告，让我的心能够不要那么闯阿爸天父，祈求你赐下平安，让我知道你与我同在，让今天这篇信息听的跟说的都能够因为你打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听得明白，想得清楚让我们在这里一起同得益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不可能任务，对，什么人？是谁阿汤哥对不对汤姆布鲁斯不可能任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看过，现在出第5集了。每一次的任务他都差点要怎样，要他的命，对不对？可是他却每一步不可能任务，他都能够活得下来。他有一次从一个楼要跌下去，感觉他应该死了，可是他还是后来又活了。所以5月23号还有一部最新的不可能任务要上演了，叫《致命清算》，可能是最后一集。可是我相信我很期待这一集他能够跟他老婆复合。可是我也相信他这一集也能够活着完成他的任命。为什么他总能够死里逃生呢？因为导演除了导演赋予他的这个聪明勇敢的这种不轻言放弃、竭尽全力以赴的这种特质，最重要的是导演要保全他的生命。我们今天读的是因为是新译本，是不是因为我是用和合本，待会我还会让大家读一次和合本。最重要的是导演要保全他的生命所以我要请问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的生命的导演是谁？答对了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那我们这位保全我们生命的这位上帝，为什么要导这部毁灭世界的戏呢？不好意思没经验，所以这个下一章我们就要来先看从这个希伯来文，我们这段经文的11节到12节我们来看这个败坏，还有这个13节跟17节这个毁灭的这2个字叫 shahad。来读一次 shahad。
因为待会要让你们读一下哦，你们发音都很厉害 ，shahad 哈，这是希伯来文，要从这边读过去，那个是 shahad 哈，好，它的字不是从左边读，是从右边读。好，所以其实我很希望，如果是我翻译，我很希望他能够写摧毁这个字啊，所以我们来读一下我们这个是和本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我们把这个败坏跟毁灭，我们把它改成 shahad， 好不好？我们读一次看看是什么感觉，可以吗？预备，来，世界在上面前 shahad， 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 shahad。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shahad了行为，神就对那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shahad。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shahad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们这样读起来是不是怪怪的？因为我们读的是中文，你加上shahad就觉得怪怪的。可是希伯来文，因为它有那个字根，每一个字前面它可以明显表达这个shahad在这个地方的用意是什么。但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这个shahad，不管他用哪一个字，如果说他不用败坏的话，我们不会知道说原来这个败坏是人的败坏，然后下面这个shahad是上帝的毁灭，上帝的摧毁。所以我们从这两个经节就可以来知道，这个shahad就是因为怎样？上帝要摧毁人，是因为人先败坏了。如果我们不用败坏，我们每一个都给他写摧毁的话，世界在神面前摧毁了，然后见识摧毁了，然后一并在地上都摧毁了，然后他们要和他一并摧毁了，然后水在地上摧毁天下。这样读起来你就不知道到底是摧毁人还是摧毁地还是什么摧毁。所以我们中文的字就一定要用败坏跟毁灭，我们才能够分别说原来败坏是人败坏了这边刚刚那一页就是人败坏了然后毁灭就是人毁灭，这样就会比较清楚，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表现的是上帝的主权。我看我有没有下一页，这下一页在这里。好，我们是要看上帝的主权。因此，我们从上帝的主权要来看上帝的心情应该就是要下去，不太会按这个。好，就是上帝的心情。我们从创世纪6章5节，我们可以来看见上帝的心情。为什么上帝要来摧毁这个世界，要来毁灭这个世界呢？我们来看6章5节，耶和华怎么说？预备，来，我们来读好不好？预备，开始。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我不知道我们记不记得说，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完工的时候，上帝创造了时间、空间、日月星辰、空气、陆地、天地，还有海水分隔，有没有？然后创造植物，创造动物，之后创造人，结束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看这一切怎样？甚好，都甚好。可是你看几个世代过去之后，他在6章的地方，他说见人在地上所思所想都是恶，所以他心中就忧伤。那是几个世代我们来看看是几个世代。这其实在5章里面就有写这个族谱我们来看，亚当生赛特，赛特又生以挪，以挪是生该南，该南又生马勒列，马勒列又生亚列，亚列又生以诺，以诺又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是圣经里头活最久的一个人马土沙拉又生拉玛，拉玛又生挪亚，这样总共加起来是多少年？你知道吗？1056年。所以1个世纪，才1个世纪，就已经有这样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的圣经第一个谋杀案是什么吗？
对，你们都有在读圣经的，好棒啊！你看我们牧师很成功啊，带领我们每天这样共读，大家都越来越进步。就是该隐杀了亚伯，那该隐跟亚伯是谁的小孩啊？亚当啦！我跟你讲，该隐跟以加夏赛特，你就以为就没有，因为亚伯就被杀了嘛，然后该隐就被逐出什么乐园了嘛，所以他的族谱里头，因为上帝看亚当夏娃，就在给他生一个儿子叫赛特，所以他才有在族谱里头，然后该隐跟亚伯就没有在圣经里头了，是因为这样子哦。可是这个该隐只是因为嫉妒，他就把他的弟弟杀了，所以这是人的那个恶行，我觉得是恶行，这个有很多争议，因为今天讲到不能讲太多，不然你又要讲那个整个论文都要出来就，所以你看，就是因为这样，上帝这个世界在神面前就败坏了，地上就满了残暴，所以连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我们都可以到处都可以看见这种放纵情欲啊、逞凶斗狠啊、欺善怕恶啊、诈骗集团啊，这些等等的这些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所以他们那个时代其实比我们现在就已经，上帝真的是看不下去了。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上帝也快怎样看不下去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每个基督徒都要起来警醒，所以我们看这些总是。我们人类总是在这种上帝的恩典中迷失自己，所以上帝毁灭人类是因为人先败坏了自己。上帝是在行使他的什么主权呢？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上帝原本要人类帮忙管理他的一切所造，无奈人类却败坏了这个大地，已经失去管理的能力。不仅如此，还不断的在破坏。我们到现在都还在破坏上帝所创造的山啊，乱挖啊，地啊乱挖这些都是在破坏上帝所创造。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更多更知道上帝要毁灭这个世界的生物以前是如何的心痛跟忧伤。所以上帝刚刚讲的那句话，就是这个世界都越来越不好。可是我们要看，上帝本来认为他所造的一切是什么？甚好可是他为什么现在他说了这句话？好，我们一起来读。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们刚刚那个是写什么灭亡，对不对？我刚刚那个我们的翻译是：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土地上，毁灭天下，凡有生命气息的血肉之躯，地上的一切都要毁灭。这又是不一样的译本。那我们的和合本就是现在这个。为什么？你觉得这句话上帝是很生气说的，还是很忧伤说的？很生气说的，才不是呢！我跟你讲，我读这一段经文，我自己都流眼泪，因为上帝他说他看他所创造的一切是怎样，甚好他是不是很满意他所创造一切这么美的世界，要让我们人类来跟他一起享受？可是我们人类有好好管理跟使用他所创造给我们的所有一切吗？没有。所以上帝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怎样？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有生命气息的血肉之躯，地上的一切都要灭亡了，是很心痛的，是很忧伤的。所以人类败坏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所以上帝才痛心的摧毁了他所创造的人类。但是上帝仍然珍惜看重人的生命，拣选了挪亚为他做一切的事，为了延续生命。所以耶和华对挪亚说：好，我们来看下一句。好，我们一起来读哦。对，好，因为这是和合本，因为我们刚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所以因为我没有用那个版本，我都是用和合本。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预备开始。
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1公1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还没结束啊！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啊！这个才有会出现我的字啊，我讲章里面的字眼。好，预备来，21。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其实，当上帝交代了这些所有的事，挪亚他花了将近快100年哦。怎么说呢？在第5章的时候，他有讲到说，挪亚几百岁的时候生儿子闪、含、雅弗，500岁的时候生闪、含、雅弗。然后他造好方舟之后的时候是几百岁，因为他在7章6节的时候说，洪水淹起来的时候是几岁？600岁。哦，所以这样看起来，他造这台方舟花了多少钱？多少年？多少年？将近100年，对不对？所以照这个时间，你看他吩咐他造这个方舟，表示这台方舟好不好造？不好造。所以洪水开始淹灭这个大地的时候，这所有一切那个活物都要死之前，这台方舟就已经造好了。我们再来读一段经啊。好，来读这台多么困难的方舟，造了快100年，表示它容不容易造？不容易。我们一起来读哦。我看了。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你们觉得这个方舟好容易建吗？还要一间一间的哎。我有去问那个 ChatGPT 啊，我叫他帮我计算这个容量，他真的有帮我算出来，他很厉害。他说这台方舟以他这样的尺寸啊，大概可以容量43200的这个的重量就对了哈，那个重量大概就是这么吨了哈，43200吨。然后我就叫他帮我用轴去算公尺啊，就算出来就是这么大。反正它就像是一台中小型的货轮。那货轮我们都会装什么？货柜，对不对？我就会想说，我来计算一下货柜，大概这台船可以装几个货柜？货柜如果20尺，大概为这个家吼，甲咱迄个后边迄个音控的所在安尼啊吼，安尼差不多才连大安尼啊吼，安尼去安尼一个20尺，20尺的容量是18吨啊，20尺的容量18吨，安尼我就去甲除，我数学无好，我唔知安尼对唔对，我就去甲伊除啊。我发现他这样这台船可以放2400个货柜，拿咧一间一间安尼，我个敢问 ChatGPT， 我讲你敢觉得他这样子，上帝说了这些动物都进得去吗？你知道 ChatGPT 给我回答什么吗？他说这是一个神迹所以我觉得他很聪明，他回答我说这是一个神迹，所以真的是一个神迹。不过以这个大小基本上重要的动物都，上帝刚刚上面讲的虫啊、爬虫类啊、天空飞的啊，所以这些能不能进去？可以哦，大概可以容纳16000多只，这是对啦，16000多对啊。如果是一只的话，大概可以容纳3万只，这个容量，因为你还要装什么？装饲料啊，因为不是饲料，他们那时候没有饲料，要装他们的食物啊、草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容量是够可以容纳这么多的人，所以我觉得挪亚真的是很有信心，对不对？你知道吗？他的顺服是什么？
完全不吭声的顺服。哎，整段故事只有谁在讲话？他有没有讲话？没有，都是上帝在交代他这个船多高，然后你要做什么事，都是上帝在交代，他都没有吭声哎。如果是我早就叽里呱啦问一大堆问题了，因为像我 GPT， 我就问他很多问题啊。他竟然给我回答，这是神迹。所以，我想我会问什么？跟你们讲，我会问什么？这台船呢、因为它不是造在海边，因为他们它是那个幼发拉底河。这个又讲到历史啊，这个你们应该都知道，它是在一个很肥沃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地方？两河流域在那个地方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没有海那个地方是没有海。可是呢，它这个艘船造在那边你没有海，一艘船造在船上，对我来讲就是什么？第一个质疑，对不对？我又问，那你还要去砍树？我们刚刚的译本说是柏油，那个时代哪里有柏油啊？所以其实我比较能够接受和合本的松香。为什么松香就等于是松树的那个油脂嘛？油脂有香味，有香味安怎？防虫啊，是不是？是它能够防虫，一方面防虫，一方面又可以怎样？防水啊，不一直要这么久，对不对？这台船要在海面，在那个水里面啊，不是河啊，它就是因为已经被淹没了嘛，所有东西都淹没，它在所有东西上面了嘛。所以这台船如果没有建在山上的话，因为水淹起来时都要浮在上面。伊若建在海边还是河边，我跟你讲，你们有看那311的那个海啸来的时候，有一台大船就被啪就冲到海上，然后就稀里巴烂，有没有？这台船是什么造的？木头造的木头以前有钉子吗？有铁吗？还没那么厉害吧？刚开始还没有可能上帝有神机给他们粘什么铁。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上帝要用神机，他就用造天地一样我要说有一台大船，就有一台大船，对不对？可上帝有这样子做吗？没有他让一个艺人来与他一起来合作造一个大船拯救人类。所以这个是用木头，用夹的，以前咱的木工拢用夹的，以前嘛无电啊，咱古早人现在是华语场，华语场要讲台语所以要讲国语华语所以以前的人的木工也都是没有钉子其实我们以前的木工是怎样？都用夹，他就一定要把那个一个有凹槽，一个那个这样夹的结合。对以前的木工也都是要用这样子用结合的。以前我们的那做的椅子也都用结合的，都很牢固，有没有？所以他这台方舟也是这样是不是很搞刚？搞刚华语怎么讲？费工真的是有够费工的。所以你看。挪亚要造这艘船，我光想我就已经怎样？想到这艘船我就已经一个头好几个大。可是他没有吭声上帝叫他做，他就做了，然后就去找木头，就去裁木头，然后还要炼柏油。炼柏油，我是觉得柏油有可能是我自己想的啦。我们家的吸尘器不是抽油烟机。是不是你煮饭会有那个烟那个油烟是不是就被吸到上面，然后就有很多油？我就在想说，是不是那个柏树很油，他也这样给它烧，然后就有烟，他就用什么方式把它滴那个烟的油把它滴下来？不然你要怎么涂柏油？这是我自己想的，我不晓得是不是，我没有问 ChatGPT， 这个真的是不是他？这个是我问 ChatGPT。那或许是这样子所以这台想到这样或许也是这样。可是再讲到动物，一对一对的你说大型动物，我们可以看得出它的生殖器官，你知道它是公的，它是母的。他说连虫爬虫类所有的生物，你看得出来爬虫类哪一只是公的，哪一只是母的吗？所以你觉得它有那么厉害吗？
所以所有的活物都还要进，然后还要准备他们的食物。你怎么知道这只虫要吃什么食物？那我之前养了，我在路上捡了一只鸟，真的，我看它就还没长毛，然后就在马路上，我怕它被太阳晒死，我就把它捡回来养。我又不知道它要吃什么。然后我如果要去买虫给它吃，我自己又怕虫，我不敢拿虫给它吃，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哦。那我不知道，我就生出一个，我不知道上帝都给我一些很奇怪的灵机一动，我就把一个笼子就放在阳台上，然后就把那只小鸟关在阳台上。你知道他妈妈竟然可以找到我们家的阳台，就每天来喂食。我跟你讲，我没有骗人，我有录影，我下次找出来就放给你们看。就把它养长大，然后还把它带飞走了。所以我觉得挪亚很厉害，要知道这只动物要吃什么，那只动物要吃什么，这只虫吃什么，真的是我们真的没办法知道。可是挪亚完全没有吭声，你知道他接受的挑战有多大？如果是你，你敢吗？你一定会跟我一样想说，在挪亚，他一定是建筑师，还是设计师，还是生物学家，还是动物学家？我们叫有唐哈林这么厉害，他一定要什么都会，他才有办法这么厉害啊！可是你知道挪亚是什么吗？他的职业是什么吗？是牧羊，是不是牧师？挪亚是牧羊人，他们以前是放羊的。我有在资料上看过，所以他是牧羊人。可是你看他完全没有吭声，就接受这一个什么，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什么不可能的任务，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呢，我们说这出戏的导演是谁啊？上帝啊！所以上帝要他死，他才会死，对不对？我想挪亚应该也知道，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挪亚的信心是怎么来，因为他知道上帝这件事是他的事还是上帝的事？上帝的事，上帝必与他同在。所以如果用我们人的眼光，就像我刚刚讲的，真的是困难重重，想到的害怕，想了就非常的害怕。所以，但是挪亚接受这个吩咐的态度是完全的顺服。我不知道讲到哪里去？对。刚刚我们说一行嘛，所以我们和本是说这句，我们一起来读这句好不好？预备，开始。上帝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照样行，什么虫啊，什么动物都照样行。所以这就让我回想到，我要读神学院之前，台湾神学院之前，上帝也是吩咐我要去读神学院的。我跟你讲，其实我很小啊。给你们猜我多小就接受这个吩咐。小学5年级，我小学5年级我就一直有一个感动的一个声音在我耳边：你以后要跟因为我第5代基督徒，所以我经常会陪我的阿公坐在他旁边去大礼堂，我都没有在上主日学呢，我都坐在像这样子跟大家一起听牧师讲道，然后就有一个声音说：你以后要跟牧师一样站在台上讲道。我那时候就想，怎么有可能？因为我小时候，说实话，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到天堂去找我阿嬷。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我大概3、4岁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离婚之后，我就被送到阿嬷家嘛。那我阿嬷其实对我很好，可是我的阿嬷竟然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又怎样？胃癌过世，所以我又要被送到谁家？我还有一个阿嬷叫做外婆家，所以又被送到外婆家，大概小学3年级我又被送到外婆家，然后到外婆家的时候因为我又没有妈妈，又失去了我亲爱的阿嬷，所以我怎样？我会笑也袂笑，我一定袂笑因为我都想要去找我的阿嬷，所以我的那外婆每天看到我讲，像我幸福个人玩。我阿嬷常常看到我，拢安尼跟我讲，说我像个小媳妇一样顾人怨。就这样子，我就更顾人怨了，你知道吗？我没有因为他讲这样，我变得比较好，我就更顾人怨。可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就想每天都要想，我今天不是要做这个见证，
好，我今天其实我要分享的是，其实我很多上帝在我生命中的一个生命见证，以后有机会还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不过我今天的主题是要分享我读神学院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我不要岔题，因为我会岔很多出去。当时我想的是，我尽量念稿好了，不然就会讲没完。当时我想的是自己没有能力，所以没有单纯的顺服。直到我勇敢的踏出顺服的第一步，然后开始读书之后，过去担心没有钱，没有钱，很想再讲一个。我没有钱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还在迦南教会，再讲一个就好了，太多事情。我没有钱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去读神学院，我在迦南教会。我们家3个小孩子，那个时候一个小学、一个国中、一个高中，都是嗷嗷待哺的小孩，每天都在挨呀喏，挨肚子饿哦，妈妈肚子饿，他在挨巴豆腰。我们家3个小孩每天一下这个挨，这个挨，这个挨，每天都在挨肚子饿。可是那时候我们家真的就是经济状况没有很好，所以你知道有一天啊，俊妙姐。他就偷偷的就在我手就把我拉过来，就给我塞了几千块在我手上。那我就说要干嘛？他说你用感恩的心接受，然后我眼泪就啪啪啪就掉下来了。因为其实你要这样去接受人家的施舍，其实我觉得刚开始会觉得很丢脸，对不对？所以我就哭了。然后其实我现在已经有能力，我很想拿3000块还去苗姐，我想他应该也不会想接受，所以我现在就把那个他给我的爱心，我就会去帮助别人。我想这是我以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一个老师教导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也是没有钱，可是我就是感谢神，都一路就带领我，有很多帮助我的人。所以那个老师他的学费，我们那个1对1授课的钢琴老师其实都要5000块日币起跳，可是他都没有给我收钱因为他是教会的姐妹。然后我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说你不要不好意思，你以后你怎么接受帮助，你以后就怎么去帮助别人。所以这也是我到现在我一直会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亲爱的老公，你不要觉得我乱花钱，因为我曾经接受过别人的恩惠所以你现在不给我钱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所以请你不要对我太小气，因为我要去报恩所以我在这样的没钱就讲没钱，讲到这里就好，因为太多事情了讲不完。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担心我没钱，然后我真的是曾经这样很贫穷过，然后我又觉得我也没有很头脑，因为你读神学院也要钱，然后也要脑力，然后你又没有什么技能口才，其实我口才没有很好。你看我现在好像，我刚刚有祷告之后比较平静我也没有什么口才，我口才就有点，我其实不是很爱讲话，平常然后可是我就是觉得我也口才不好，然后我体力也不好。为什么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体力，我一天到晚都在生病，我咳嗽咳到医生不给我开药给我吃，就是身体很不好。我进神学院的时候还声音不是现在这样，是烧瞎的，不瞎。我有一阵子不瞎，然后我就跟上帝哭说：“我这么爱唱歌，你给我没声音，那我怎么唱歌赞美你？”后来我读了神学院之后，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其实我们家庭也有一些问题，然后等等的这些问题，在我眼中的问题，在上帝眼中都什么？都不是问题很神奇的。所以神还恩上加恩赐福给我。当我跨出第一步顺服的第一步的时候，我开始读书，进入台湾神学院之后，我还是开着一台破破烂烂的那个2手车我都叫他老太婆车。我每天要出门之前，我都要先为他祝福祷告。我说：“你今天不要给我抛锚在路上，让我能够顺利到学校读书。”他真的就，我觉得有加持，有，对，真的，他就比较听话。然后到了学校，我每天都是到了学校，哇，轮胎没风，然后我就请同学来帮我换轮胎，或者是回到家水箱破了，就直接已经可以开到那个，我都是开到，因为他在冒烟，我就开到修车厂，然后就开到你水箱破了，就这样子，就每天我都是，反正这个路上我都没有被耽误过，我都还是能够
每天准时上学、放学这样子啊。然后当然这台车一直有状况啊，可是后来有换了，因为我大概2年级的时候，神就大大祝福我。然后过去我每天头脑都在放空的我，其实我不是被看好的那个人。说实话哦，我当初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家人教会并不看好我，说实话。啊，所以他们有时候叫我找谁当推荐人我都不敢。我知道大家不看好我，我就没有找，我就找我圣经学院的院长帮我推荐，所以我才有进入台湾神学院啊。我甚至连我自己都是一个很看不起自己的人啊。所以因为然后我读神学院的这个路上，每天要为什么要每天通勤？因为我们学校没有那么大的宿舍可以容纳我们家这么多人口。所以我就跟学校说申请，我可以每天通学，我一定会准时来上课，这样。不然我们读神学院都是要怎样？要住校嘛，哈。那时候我们都是住校，所以我就是通学。所以在每天这个通学的这个路上，2-3个钟头，因为每天去1个钟头，回来1个钟头，因为我还要上山嘛，然后有时候还要塞车一下，啊，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我就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啊，在这样，我每天就在那边思考，我就开始有思想，因为我本来是放空的，放空的。可是我在这个路上，我就会思考，哎，今天啊老师讲的是什么？然后我就思考，啊不懂的我就会又跟上帝问，因为我很多不懂我都会用问的，然后书上看的不懂的我也会问，所以这段时间就养成我与上帝交谈的一个什么？精心时刻啊，所以以前我每天都睡到下午5点啊，下午没有到5点，就太阳晒屁股，下午5点太久了，就睡到下午2-3点啊，就才起床。可是我读神学院之后，一直到现在啊，我都养成5点起床，我就要培养那个精心时刻，所以那个精心时刻是我很在意的时间，所以我每天就这样子啊，通学，然后每天在这样被神建造，然后。其实神学院有很多读不完的书，因为每个教授都觉得他们的课最重要，所以每个人开出来的书本都按那几台。咱这不会读书的就怎样，真的很辛苦，哈，也有写不完的报告。所以我进神学院，其实我连电脑都不会，我打字是一指神功打的，我不会电脑，啊，不会什么什么，可是我都还是能够如期完成报告。啊，然后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真的，因为我50岁才顺服进去，因为我还有很多要讲，所以我怕讲不完，所以我想就跳着讲。啊，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我为什么会进到神学院。然后我在神学院，其实我读书真的就是没有那么的容易啦，因为我50岁才进去嘛。你知道那个书啊，第1页看1页啊，我这样看上面看到下面，哎，上面讲什么？再回去。看看下面讲什么，就这样要反复读好几次哎，才会知道我这一页在讲什么。你不知道讲什么，你怎么写报告？就一定要读到知道要讲什么才能够写报告。所以我要花比别人的读书的时间是不是要更多？然后我又一指神功，是不是要更多？所以我经常都是打报告打到在电脑前面睡着，然后醒来5点了，然后弄一弄。啊，跟上帝祷告完弄一弄，又要载我们家阿德去永丰高中读书，然后再直接上高速公路去学校上学。我每天都这样，不管有课没有课，我都一定是这个时间去学校。为什么我没有课也要提早去学校？因为我要去图书馆看书啊，不然你怎么有时间看书？就是要去图书馆看很多书，真的很多书哎，读不完的书哎。我跟你讲，我这辈子读最多书的时候，就是在神学院啊。然后我们的教授都会选有谁有来神学院，我觉得我能够顺利毕业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他们都看修会在图书馆读书。我真的不骗你，如果我没有这么认真的在读书啊，我可能神学院也毕不了业，因为很难。我们有一个徐万林老师毕业典礼的时候跟我握握手，他说：“你知道吗？我很勉强才让你过。”所以真的就是神的恩典。好，所以像我这样子的人，其实也没时间，因为我的小孩子不是一个还才小学1年级，一个在国中嘛。那个小学1年级的怎么办？我们那个小的
他真的很乖我真的很感谢神，在这段读神学院的时候，他就说他要去学大提琴，所以呢，他不是1年级很多下午都没课吗？他就去都柏林练大提琴。你看我这女儿多乖，所以然后练到我下课回来去接她放学，就是这样，神就帮我安排好好。你所担心的这所有一切的问题，都已经怎样？不是问题，因为在神眼中都不是问题。我想了一大堆问题，可是当你去做的时候，就好像什么都不是问题了。所以我深深的相信，若没有上帝的同在，我是不可能完成这次的神学院的这个能够毕业的这个任务。神学院毕业，看一下照片，ARK。好，没关系，待会还会讲。要丢过去，要讲吗？我好像讲太久了。好，其实好讲一下这个ARK啊，因为我的 NRSV 圣经，因为其实我要准备讲章，我要读很多本圣经其实译本我也有读，可是我比较喜欢使用的是和本。那我读 NRSV 的圣经的时候，他说这台方舟叫做ARK，ARK 是什么？你知道吗？箱子它只是一个箱子它是没有那个方向盘的，它不是船你们译本人家翻船，它是没有方向盘的，船才有方向盘啊。所以其实圣经就是你要多方参考啦。其实因为我读圣经，我没有只读一本，我每次读圣经就这样一叠圣经在那边我要讲一段圣经，它叫做 ARK。你看这个 ARK 有没有方向盘？没有。可是每天这边洪水这边晃来晃去，晕啊不会晕，会晕我看了就很晕。然后挪亚竟然没有吭声，就开始做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然后在里面晃了多少年，多少日子？不止40天，下雨就下40天了，150天，是不是？应该是，我不太记得，要看了下这么久，3个多月，然后他在那边晃来晃去一直到他是停在亚列山，在土耳其，他从这个2流河域飘到土耳其去他都不会问说这台方舟它没有方向，会不会离我家太远？然后他也没有问说我会不会找不到路回到我的原来的家？不会，他就这样子放心的然后也很尽心的尽力的在这个方舟里面认真的喂养上帝托付他的动物，把他们都保全他们生命，都顾好好的就完全上帝托付他什么他就就做什么这是这个 ARK。 那我要回来讲这个我神学院有毕业所以虽然我是一个破碎然后又被重新塑造的罪人，或许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大家都是什么，像挪亚一样是个义人。我觉得我们牧师就是个义人，因为就是在一个像挪亚一样。可是不管你是义人，还是你是蒙恩的义人，还是你是个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什么？一样被上帝拣选进到这个迦南这个大船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大船里头，我们就要互相照顾这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的导演是谁？是上帝。所以挪亚我们要像挪亚一样的相信上帝是导演，我们的生命也是上帝是我们的导演。我们就要抛弃所有一切来向上帝向挪亚学习你认真的去聆听上帝的吩咐。我们一定要认真听，因为神的声音很微小。如果你一天到晚都在戴着耳机听音乐，你会听得见上帝的声音吗？或者你一天到晚都放那个什么连续剧很吵，就听不见上帝的声音。因为我们要认真聆听上帝的声音，你才有办法知道怎么跟上帝同行，你才有办法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去接受这个不可能，上帝吩咐你的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然后上帝所吩咐的事，我们要不要去做？一定要去做，对不对？
那上帝没有吩咐的事，我们要不要去做？要不要啦？不要，我就知道你们说不要。要啦，我跟你讲，因为挪亚在8章20节的时候，他出方舟之后呢，上帝没有吩咐他，他就怎样？他就为耶和华筑了什么？一座坛。坛是要做什么的？献祭。献什么祭？感恩的祭啊！因为那台船没有被大水撞到破烂掉啊，他们都淹在水里面啊，没有啊。然后那些带进来的动物都怎样？有没有活？有哦，所以都又活得好好的。然后他们全家人也又活得好好的。电影还演他们家的小孩还在船里面生小孩，哦，所以是不是？他不一定都是照着神的吩咐，可是上帝的吩咐我们一定要做。可是上帝没有吩咐的事，我们也要做对的事。好，像他筑坛是不是一件对的事？他这个自主性的啊，或许上帝托付他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啊，我们也要勇敢的像挪亚这样去接受一个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一个不可能的事。所以今天有几个福音朋友在我们当中啊，可以举手一下吗？哦，蛮多个哎。好，真的是希望你们今天能够勇敢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们的救主，好不好？好，不要勉强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有听到上帝跟你吩咐，进来这个船上是为了要保全你的生命，你就怎样？不要想太多温刀反对用上，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想法，进来就怎样？就对了啊！所以我们要抛弃一切，包括自己的意见啊、想法，我们就要照着上帝的教导方法。你进来，上帝就会教导你，上帝就会重新建造你的什么生命啊，得以让你能够在上帝永恒的国度啊，做好上帝所吩咐的事，看重上帝所看重的啊。所以我们勇敢接受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不可能使命，相信主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本来是想要。因为我都不知道顺序，不好意思，我还是做结束祷告之后呢，然后我们请静好来带我们做回应诗歌，最后我们要请牧师来祝祷，这样可以吗？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可以先帮我下音乐。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的同在是迦南教会的力量。我们现在凭信心接受你给我们60周年，有60个小组长的成长，有60个得救灵魂受洗的不可能的任务，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识及拦阻，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成为牧师的助力，而不是主力。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在这次扩张帐幕的事工上，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中，经历你的同在与大能，让迦南教会在这附近的邻里成为你最美好的见证。我们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危难临到我心靠你，深知你必领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
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我们再一次来宣告：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你的未来，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有生命中不可能的任务？是否有那些觉得是上帝对你的呼召，但是你害怕回应，或是害怕走出去？就会传到今天的分享，或是用他生命的故事来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上帝就使我们能够蒙福。即便我们有遇到缺乏，即便我们遇到短少，即便我们自己不足，但是上帝总是为我们预备那最好的，在等待着我们，让我们能够相信，抓住上帝的应许。今天下午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信息就是灾难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远。灾难可能是像挪亚方舟那洪水来的时候，灾难可能是地震，可能是台风，可能是火灾。但是当我们预备好，当我们警醒，我们就不怕任何的灾难。愿上帝帮助我们，也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上帝的家中预备好自己的心，预备好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等候上帝的呼召，等候上帝的差遣。我在这时候要邀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你还不晓得怎么样祷告，牧师也为你来祷告，让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生命，接受上帝的呼召，回应上帝的差遣，让我们能够被上帝所使用，来迎接那不可能的任务。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主要让我们能够知道，即便危难临到，即便外面的风雨再大，但是上帝你依然是我们坚固的磐石，因为你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主要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有许多弟兄姐妹、福音的朋友贝斯特来到我们当中。主要也求你对我们每一位新朋友的心来说话，主要让他们知道，在人所不能，在上帝你凡事都能。因为神你是要在沙漠里面开江河，在旷野当中开道路的神，你是那使无变为有，使水变为酒的上帝。主啊，求你掌管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意念，时时刻刻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使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和恩典。感谢赞美主，
主你永远，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心爱你。坚固磐石，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是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蒙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进入到方舟里面蒙恩的罪人。谢谢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耶稣的复活使我们相信，信耶稣的人也必要复活，让我们能够领受那复活的生命，也能够领受那丰盛的应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特别与每一位新的来到教会的新朋友同在，使你们的生命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最后我们来用这首诗歌，主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的，不管我们经历什么，他必与我们同在。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聚会到这边请把那个旁边的椅子收起来中间的不要收